大家好啊，我係 Floroma 創辦人阿 Jane。母親節就嚟到啦，大家諗好咗送啲咩禮物俾媽媽未呢？今次咧想同大家精選咗4款專為唔同性格嘅媽咪而設嘅香水，等你哋可以用香氣嚟到表達對媽媽嘅愛意。顧家型嘅媽咪咧就最啱用經典嘅白蘭花香水啊，純正優雅嘅白蘭花做主調，冇添加任何其他香料嘅，就好似顧家型嘅媽咪咁樣，為屋企無私付出，純粹嘅愛令人又溫暖又窩心。如果中意貪靚打扮嘅媽咪咧，就可以揀5月玫瑰香水。呢支香水高貴而優雅，可以凸顯媽咪嘅時尚品味同埋自信魅力㗎。如果你媽咪係一個好 friendly、性格平易近人嘅話咧，藍風鈴香水就最啱佢啦。呢支香水嘅花香清甜淡雅，香味十分討喜㗎。最後嚟到事業型媽咪啦，事業型嘅媽咪咧就可以揀翻鬱金香香水，完美襯托出事業型媽咪嘅優雅幹練。無論係開緊會定係見客，都能夠散發住獨特嘅氣場同埋女人味啊！母親節就用 Floroma 香水表達心意啦，快啲過嚟門市試下。